先努力啊！来，大家积极。该班开始，下课记得我们熊三鞠躬的拳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坤道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请讲师准备拳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好。好，坐下。各位先生们晚安。这麦克风。好，麦克风，谢谢啊。好，麦克风。江南书啊，咩字啊？出叫咩字？可以谢谢大家晚安。有机会咱们老师无按发机会啦吼，因为吼这个学文吼无止境啦吼，所以要学习吼实在是真漫长的吼，这个过程啦吼。因为有这个机会，爱感恩上天主庇吼，做事哦主尊师傅能为了大家吼，来着良因吼，都要坚持什么大意思吼安尼讲感恩着这个过去受大家先吼，从这个感恩吼，都要这个我大意思吼，受大家先吼，依早办节日吼，就比创建旅游性长大道场啦吼，现在就节日就比过节日吼。 兼来书大家安尼准备过去，然后再规划吼，后面就是学习的机会啦吼，因为这个要学习吼，真正足济啦，所以讲可能要比较高啦吼，所以加上这个来说学切讲这个表达吼，可能还无介好势吼，所以讲。 是讲了有这个说出家己啦吼，表达了讲介好势吼，开始跟以上足讲民间的家己的所在吼，这样多多了解吼，以求还搁咧学习啦吼，以后吼，还是想讲来探讨咱一贯道啦吼，因为咱暂时个前因思潮吼，总是讲爱报应啦吼。 了解讲一贯道吼，有法度能够介绍一贯道吼，度这些有缘人啦吼，所以我想我们来探讨这一贯道啦吼。讲道理就是讲互家己听啦吼，对一贯道认识，其实嘛是讲要互家己搁较了解，搁较清楚吼。因为有一点讲到一点会当帮助前人家己个所在吼，拄好咱会当应用吼安尼。因为这个。 一般咱咧讲，有即个前言嘛吼。一般咱咧讲吼，咱个内容有迄个前言啊，有迄正文啊吼，有结论嘛吼。因为我想讲找一寡重点啦找一寡重点想讲要尽量练习较自然的吼。含恁讲依靠着即个电脑。 较尽量练较自然讲，就讲咱出外拄着就会当自然简单介绍咱一贯道吼。因为这个内涵实在足济啦吼，包天包地
哦，一切万事万物哦，离开这个道吼，道哦，敢若讲这个道吼，依照我安尼讲天地之母的万物之宗的吼，万物之宗吼，遐吼，万事万物啊，万草吼，万化之祖，万类之源，万物之奥妙吼，品味之根底吼，就是讲迄个世上万事万物的种种物件的根本吼，拢是咧讲道啦吼。宇宙间万事万物自然法则吼，自然法则嘛是咧讲道吼，所以讲就讲咧这道吼，讲伫甲天地，讲伫甲万物吼，讲伫甲即个法则吼，所以讲真正内行作快啦吼。因为吼，想着讲要讲即个天吼，咱着来知影讲，咱道中有咧讲着即个三天啦吼，三天吼，咱以早吼，可能较着咧听啦吼，讲着即个理天啊、气天啊吼、上天啊吼，理天、气天、上天吼，这三天吼。咱吼，咱说做住伫即个上天吼，有灵有相吼，所以说较平凡所在吼，气质较重啊、柔啦吼、重毒啦吼，下地位吼，下地位即个吼，即个即个万般的吼，为地吼，为咱即个有灵有相的万物吼，咱较轻的就上浮嘛吼。为天啦吼，因为即个气天吼，即个算做遐有所限制，有所极限啦吼，遐都有极限吼。去到超越五行阴阳吼，达到理天吼。咱若以早咧听讲理天、气天、上天吼，其实这个易经吼，易经咧讲着即个有极啊、太极啊、黄极啊，这拢有关系。所以吼，咱咧听咧，咱听着讲三极一贯，就是咧讲即个有极啊、太极啊、黄极啊吼，三极一贯吼。所以咱咧即个一贯，一般的了解，咱讲着做合一啊吼，对头到尾吼，对头到尾啦吼，有始有终啦，合一啦吼。较无想着讲做三极一贯啦吼。这个较学术化，对这个易经来讲吼，就较学术化的吼，足深入的这个天理的吼，哲理的吼。咱咧讲的理天就是算无极吼，就是上原因境界的吼。若气天上太极吼，太极的阴阳吼，就相对台，嘛极限的吼，有所限的吼。若上天就算黄极的吼。咱讲理天来讲着老母娘嘛吼，无生老母吼。若气天吼，一般咱咧讲着这个玉皇上帝啦吼。其实玉皇上帝去里嘛，还佫有迄个台湾天王的吼，万天王去里嘛，还佫有即个下化自在天第六天啊，下化自在天，迄个天主就是啥？魔王婆顺吼。所以吼，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吼。若要讲33天，天外天吼，有小有外有神仙吼。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凡人心不坚。其实33天毋是到理天吼，抑伫咧气天内底二请吼，无算上悬的天呢吼。33天吼，是算讲咱凡间的人咧拜天公玉皇上帝吼，天公玉皇上帝大迄个天因为玉皇上帝天公大迄个所迄个天叫中天既然有中天，咱倒也佫有其他的东西南北的天嘛，真正有迄个吼，东西南北拢各有8天吼，安尼8时32吼，佮加上迄个玉皇上帝大个天33天吼，迄总名称叫做道理天。
中原区这个道路里面，因为我个印象是刀啦，可能有当时会刀立天啊，第四天第四的迄个玉皇上帝之光因为这个佛教的说讲法物件一般咱道教的讲法就无相像其实道理天就是第四天第四就是咧讲玉皇上帝啦33天就是这个道理天，伊咧算玉带六个战珠内底第二站第一站树天龙天，树在天龙人，所以警卫守护家园守护神的树天龙天，其实道理天的玉皇上帝做主宰这个33天的故事，天主的故事我听安尼讲就是过去世做善事啦会招一寡好心的人做伙来做善事啦功德足大后来升天做天主因为可能有召集人啊，都有一寡迄个附和的加配合就对所以讲变成有三天主中间就是咱咧讲玉皇上帝天公咱迄个民间的庙就讲台中圣贤堂啦就捌出世讲讲天公讲任期啊、任期啊所以咱毋知一直当时迄阵嘛70多年还偌久我看安尼真久就出世讲做天公换迄个做关圣帝君的做做贤灵高上帝上一阵的叫贤琼好唐贤琼高上帝关圣帝君的叫贤灵灵魂的灵灵性的灵贤灵高上帝所以这偏偏这个讲法有个所在无要认同，毋是全台湾的讲庙咱要认同的所以这叫咱了解过啦咱得到了，咱知影做天神其实讲咧气质，咱就讲毋通安尼拍咧拍，爱讲话就好啦。咱咧讲咱45度角啦，45度角安尼迄个接收效果较好。一般的人看也安尼上下，要身体平行讲安尼讲，因为对侧面的讲安尼收音效果就好，就爱要这个身体呈45度角，安尼垂直的90度个平均的要变15度45度啦莫去安尼45度安尼个身体调对45度安尼效果较好就对啦当然有爱结人间咱就上个帝王咱人间的上个主宰者就是帝王还是讲做总统因为过往古早时代算做帝制嘛因对到民主时代，咱讲做民选选总统其实咱世间的这个政治这个源头也是爱为请人一寡虽然讲做帝王的统治不过伊个制度做伫个观念是真正对天顶来了咱若想看天有遐个种天赞处无共款10比10界较悬伊嘛是做个制度呢就讲咱世间人对方了话若个求道啦一般爱去这个城隍庙啦城隍庙要大都市的上古城城隍爷庙有较小都市的城隍爷庙爱去家己迄个足大的所在，迄个城隍爷庙遐办出境的手续
然后咱去地府报道，地府报道了审判吼，业代志安尼看迄罪孽吼，安尼审判，审判了当看刑法吼，当行迄个律道啦吼，律道分为天道、人道啊、事业道吼，有几道脚心道、有几道地角道吼，安尼三仙道、三福道安尼律道分为安尼了受即个因果报应吼，若得道吼，就讲天龙挂道地府天命吼，真正讲无法度改掉吼，伊讲了身躯要烧身躯毋是安尼硬邦邦吼，身软如面，迄个是种罪相吼，就是讲人伊如要脱离即个假体的时阵，无迄个惊慌，无迄个惊吼，所以出现咧软绵绵的对象，这毋是干咱去单位安尼讲吼，咱各地单位拢安尼讲吼，所以这真正讲咱天道的事情吼，奥秘吼，很殊胜吼，这可能咱诚侪道亲吼，咱有咧做见证吼，迄无法嘛是会使做见证的，所以讲吼，这加强咱对道的信心吼，好，讲到这三天吼，日天、气天、上天吼，咱照讲咱灵性是对理天来的吼，伊原来这世界讲轮回转世6万外担啊吼，6万外担当然是讲做花开天手的迄个阴花星人吼，寅卯辰巳午未吼，咱即个午未交替吼，安尼来算，一元花10800担，咱6个元花咱乘以10800担，咱讲6万外担的轮回转世吼。安尼轮回足辛苦呢咱想着讲迄可怜的动物啊，想着迄地甲是有灵法的啦想着迄落鬼的吼，天哪，我想尖的头遐小的头啊多安尼食若想着迄个种痛苦就是希望讲上天慈悲啦降下一条明路经线咱救着咱脱离这六道轮回之苦啦所以讲就是这时间已经到这个天地将强啦就是讲这个天地变化气咱无法度安尼正常这个灾难真济甚至这地球迄个生活空间已经破坏所以讲赶紧来救灵性来救这个灵性救善男信女道就是要救善男信女所以一定爱讲咱若善男信女的相信就得救若真正讲咱袂接受，咱无咧相信迄个业若拄着即个灾劫来真正拢会去收煞的，天地灾三宝劫就是要淘汰迄个恶业。即个地球的灾难即伊是10天来啦可能爱讲这10天来，最近10天来个感受都加足强的讲咱人安尼活到遮济岁头一摆感受着足惊尔拄迄个921大地震拄1999年921大地震迄阵的感受真正是迄个时阵开始有迄个感受讲世间的苦咱当阮的处长助理啦迄阵拄好有电话安尼联络讲要出来参加班啦出来参加班就是接受有讲的普教咱若开天地位一般咱的较有咧修的教讲是拢有迄个人愿有伫迄个愿讲迄个世间度众生的度大有缘毋过来到世间叫隔音之谜计度袂啦就是讲经过投胎转世了，叫迷信迷去一去所以佫经过提醒唤醒所以三不离啦不离善知识，不离经典不离活动啦因讲爱做感恩的上天慈悲咧，迄个拄好去台南咧读册同学那是咱
袂做道亲啊，这护士啊吼，咱已经袂做护士单位的道亲，咱就互我去参加生活班诶，哦，生活用互咱诶名咱做师傅呢，就是讲爱吼，雕咯一宣一向哦，相连一向哦，朝露一闪青池轩哦。你是成个周边诶，成个周边哦，成个班哦，哦，成个数的。后来哦，这同了，我知影讲，我个内容啊，咱台讲咱有参加生活班吼，有拄着生活甲叫介咧讲吼，爱拄好吼。咱前年哦，可能真侪人拄着生活班吼，生活班用伊名来做师傅的吼，算做一种点醒，真正是点醒的。吼，若要点醒，真正一定是拢惊世间人讲做工课啦、趁食啦，过三顿啦，安尼毋是足紧的无足紧的，性命就可能有去啊。因为互我以前只捌讲过，讲家族的因素可能拢有家族的拢有迄种病家族的迄种病所以可能就是受命的迄个受影响经过咱修行的食素食食素食的算做加减消一寡罪，忏悔消一寡罪若搁参加班做一寡点点功课啦可能会当改变命运素食就是真有帮助因为这些拢讲的所以咱老师，像是真的先会啦。可能嘛是这讲外本啦，这讲外本。这讲外本出去的，这样让外本输出最低的。这嘛是互我第一代拄着的做法，真正讲就是到刚才高迄阵离台湾他是读个一中，一中敢若是工大学的，敢若是大学大学咱来看卖，读到大学都毋知拢要修行定素食，所以讲来老板真正爱先爱拄着贵人爱拄着先去注意指点，袂真正面来一心人爱防人义，就是要提醒人者要杀生义者要偷盗。人义尔，敢若人义两字尔，佫记啦人义礼义信五常嘛拢爱五常来掠啥物有法的五戒五戒的戒是啥？人者要杀生戒杀啊戒杀就是爱修行爱食素食来的义者要偷盗五戒啦讲对五戒人义来端安尼读册特别讲咧，切问之心切问之心，人之端了若恶就是相反的咧无修行恶啦无修行真正做足侪歹代志都毋知咧去灌毒马啦掠田的掠大棍啦讲无咧害死看偌济小众生若拄着小众生的时阵，可能拢想着要死的迄个心就真恶啦知影人修行行素食知影讲要杀生安尼，就用迄个算做看是要放生的啦还是较掠走的啦用迄好的方法来处理，较袂做恶因，较袂做杀生的恶果无迄个种恶因啦将来较免去着恶果不杀生来当长火修行，长火修
哦，不杀生延长寿命啊。来，是要进善，爱学呢，哦，我讲到清楚爱学呢，爱学啥？咱的不同拢讲爱学道啦吼，不同人拢讲爱学道爱进行吼，爱学中庸吼，进学中庸，修大中。哦，中庸就是咧道啦吼，啊，这中庸是儒家的吼。若咧讲术士吼，就是论孟学庸吼，论语有注，较中庸吼。啊，若要讲道吼，中庸就是咧讲道啦吼。所以讲得真清楚吼，爱学道吼。哦，这当然爱爱强调啦吼，爱强调啊心态中。爱就是迄个格局爱大啦吼，啊中当然吼，一般咱咧讲对家己的中，也是对迄个人事的中吼。咱历史上吼，因为迄个国家甲国家之间对立啦吼，啊做人的模范就是爱忠于伊的主公吼，啊就像咧企业内底吼，企业内底干部吼。员工当然咧，用伊咧公司啊吼，迄个道理就是相通啦吼。啊，因为即个爱吼，就表示咧格局爱大啦吼。啊，大就当然咱想要传播咧道体吼，传播咧道体。啊，这个人的体认吼，个人的领会无共款啦吼。啊来爱行啦吼，啊足清楚啦吼，爱看到虽然爱铭记在心啦吼，而且印象足深的吼，先论咧吼，足准备个足厉害的吼。在场吼，知影学校的名吼，不敢讲啦吼，知哦。啊，不过咧可能去参加班，可能拢有登记名嘛吼。啊，咱先去就知影吼，知影用咱的名来做这事。啊，毋是逐个拢叫的吼，毋是逐个人的名拢用出来做事，有安尼叫的吼。有当时咱会感觉讲吼，先去叫就好，做欢喜个做法。啊，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讲，咱可能要做袂歹啦吼，啊，要咧困就对了吼。啊，所以先要甲你点醒叫醒吼。哦，真正若要叫醒吼，人生一定是无共款的吼。有叫醒了哦，这个人生的讲价值意义会较好的吼，较光明的吼。哦，啊，若无叫醒吼，可能拢伫咧痛苦中。哦，这读册过程中哪会痛苦呢？哦，读册过程中啊。因为当时要赢啊吼，就讲是啥物后尾啦吼，还是生活无正常啦吼，一心一意就是要加读偌济吼，这生活拢无正常，身体才会健康吼。读册啦吼，拢去考啦吼，佫身体无健康，会造成啥物毛病？身心不平衡不正常所以讲爱真正爱有修行爱有修行，互咱的自信较高明爱行心性的行应行依规，形成一万持容行。咱先去咱听注意的先去可能咱知影讲后来可能因为读到成功大学里照讲，若莫会被做将来的前途应该袂介歹所以讲后代爱形成以外持容显那个心心理做代志，切做事业应该拢会有好的成就啦修办课嘛是安尼我爱即个事咱先去哪讲，讲敢若有诚心啦，无热情诚心有法等于流，大家会感觉真惭愧咱照讲
无看食饭，家己的工课拢放咧吼，拢爱先去导人介绍人讲偌久要求道吼，要放道啦吼，想尽办法拢要吼，哦，迄阵真读师范大学迄阵真正到错，真正到错人求道，哦，后来吼，感觉真惭愧的，想迄个有受过迄个打击啊吼，挫折啊。哦，讲要东山再起吼，真惨，这样敢若真无简单吼。就是讲咱迄个大人的迄个热心吼，咱就讲去接受着人看恁水了，有产生变化啦吼。所以讲吼，这咱大家爱搁继续修炼的所在啦吼。因为吼，有时仔是可能咱的地位爱搁较好，吼，智慧爱搁较提升啦吼。因为咱以前的想法，大人就是讲啥物有结束来啊吼，将来会有啥物吼世界乱子啊吼结束啦吼，所以一定爱赶紧求道啊吼。这第一种的想法，第二种的大人有讲对啊吼，第一个祖先啊吼，叫因七祖拢包含着吼，有遮济好处的吼。不过吼，即摆咧想讲。应该有缘的，就爱尽量度啦吼。若无缘的，可能是别人会去甲度啦。所以呢，可能心就较袂遐苦吼。不过嘛是变成讲较无遐建议吼。无伊早咧，真正讲来老实讲真热啦吼。热到吼，该食饭也毋知影食饭，该休息也无法度通休息。就是心吼，拢。伫迄个赶紧要去联络人，赶紧要去找人，要讲到对吼，心拢伫遐。这这路安尼来吼，有迄个感受就对了吼。所以咱观察讲有家己啊来，出发菩提心，安尼发菩提心，迄阵足妙的，足精进的对。咱就爱观察，观察迄拄安尼当咧发心大发心就爱赶紧栽培啦咱做参考啦先拢做毕业咯咱今年咱有法度先用名做师傅呢。有办法。有办法，变咱10大请压力嘛。毋是先咧讲无救啊，免救啊。这安尼指点的，就知影讲应该安怎做啦当然就爱真70年代就真数学啦就是今年拢会出去讲做人才啦，做工书啦，就参加工书的训练年代就拢参加工书的训练，学迄个咧办桌咧节啊，学迄个上下底啊台湾读大学迄阵就拢。甚至住伫迄岛诶岛内迄岛，就是去办公室，迄算经济组了算咱非常单位就一个司机嘛有迄个环境学习所以加减好啦咱就知影讲爱做人才，爱做工书，爱设活动，爱开放，爱三思平衡做人才，做工书，设活动，开放步骤。三思是财思、法思、无为思，三思平衡。差不多咧，咱头到迄个王春风专主啦，王专主就做外家互我来看戏，老板就要甲互我再来听参加班王专主啦较自卑的就咱咧鼓励开始讲鼓励做工书啦，爱做人才嘛做人才要有办桌咧节啦适合人适合照讲适合是迄阵戆毋知影人要鼓励看讲人要适合袂歹，爱适合其实我适合真惭愧头几工真正有足热心咧度啦，马上是度到去受着挫折了，惭愧这啥物挫折呢？就是讲叫咱。要好势的迄阵就开始咧歹大咧要好势人咧少咧人咧少
真慚愧啦，这可能要互我吼爱突破的所在啦吼。所以吼，互我你嘛是哦，听道理嘛知影，听办嘛知影办，啊不过会拄着困难啊，吼，啊拄着困难要怎突破？这算是重点嘞，这算是功夫啊，功夫就就是这嘛吼，有当时啊，生活主义啊吼，安尼家己把地位吼，互我看迄个网络影片哪侪，你若拄着困难，会去跪伫咧倒头前啊吼，跪拜见啊吼，甲话去师尊安尼沟通安尼报告啦吼，讲话去师尊安尼算作吐露心声啦咱真有迄个感应呢这嘛是会当互咱做参考的方法好，讲到这个三天其实咱知影讲，这个天咱要讲应该是这个夏天啦6亿天内底算作天公迄个斗笠天管的四王天王天的下骹的这个咱捌听互较讲过讲这个世间甲讲了这个世界啦不搞咧讲咧这个世界因照讲应该是一个太阳系毋是干咱一个地球啦是太阳系呢足大足一个行星啊，佫有恒星伊的中心讲叫须弥山须弥山咱一般会认为讲这圣母峰，其实毋是比圣母峰还佫大足济须弥山照讲毋是咱目睭看会到足济迄个拢超越咱眼睛的当了看会到须弥山为中心四天王天大概是在山腰大概是在山腰安尼即摆当去哩这个斗笠天夜摩天来个啥多帅天咱公民有周书念多帅天四天王天来天公大迄斗笠天来个去夜摩天，也干无夜啦按摩夜摩啦夜摩天，来个去咱公民的周书念大迄个天多帅天讲多帅佛天多帅的比种多帅佛天高水天佛天分别有周书这天柱那个天的主天柱佫去讲这化乐天快乐爱家画刚好迄个快乐毋免家己画，别人画有第6天、第6天就他化自在天迄天就叫做魔王波旬，伊迄就是讲释迦牟尼第4道